Farida Academy 國際專業美學院，由胡芬妮校長喺1988年創立。36年嚟，我哋一直深耕教育，秉持傳揚美學、創造明天嘅精神，打造業界頂尖嘅學習基地。我哋提供香港資歷架構課程、英國 ITech 課程、香港華夏書院、韓國 IBSO 認證。36年嚟，培育超過13萬名專業人才，畢業生遍佈全球。從基礎美容到高級導師培訓，我哋全面助你接軌國際，成就事業高峰。大家好，我係莫佩環 Bonnie。多年嚟，我一直深耕專業美學教育。今年美容展，我請嚟2位嘉賓，一齊睇下 AI 美容新商機。AI 助手點樣幫你吸客？ Daniel 會教大家用 AI 生成圖片同短片，再配合專業課程，學識點樣用 AI 內容營銷，提升公司業務機會。仲有 AI 乳腺健康篩查技術， Harry 會分享結合生物節律同 AI 數據嘅創新應用，帶領美容院由美學走入健康新商機。我哋喺 Booth No. K11 不見不散。